初二早起，有2只中国拖船走入去高乱皮东方海域，互咱的海巡人员广播驱离。不过因说是无啥爱走，讲什么风影伤过大，甚至甲咱的海巡人员呛声。这1个月左右呢，已经有3届走入去咱的领海路。大选进程，毋但有这军机军舰一直来扰乱，也有空飘气球。国防部初二公布有2粒空飘气球，其中1粒阁飞过台湾本岛天顶。 现在前面风太大了，我现在只能这样慢慢走呀。我现在正在走啊。依中华民国的法律，贵船就是不能进来限制水域。初二透早2只中国拖船撞入来台湾的领海，搁驶到五乱皮东平3、4海里的所在，海巡派舰艇去甲赶离。毋过对方率用海上这理由来拖延。其实，这只中国籍领海拖500的人，若看年期间去互发现，去年早月底出入人数经过限制水域互海巡驱离的时阵，搁甲咱呛住。这个是中国领土啊，不是你台湾的领土。根据中华民国法令，你不能在这边。你滚一边去！谁跟你中国领土啊？你算老几呀？海巡署讲，自从发现领海拖500个甲远行2只拖船入来限制水域了后，已经和国防部保持联系，全程监控，用广播驱离。中国直直侵扰台湾，大选进程嘛无休困。毋但军机舰还有空飘气球，国防部初二公布讲，侦查到2粒中国气球，其中有1粒直接飞出，飞过台湾本岛天顶。气球的高度大概3万英尺以上，也就是1万公尺左右。 但它又不像是大型气球，所以它不能搭载军事的一些仪器或设备，应该就是探空气球所使用的，所以就是用来表达一个就是类似政治讯号的一个手段。苏志荣讲，虽然按管道顶方面来研判，这个气球并不是军事的用途，不过无排除中国最近利用气球甲拖船来进行配饰地带作战，主要是想要来完成合作效果。 那国军最近拢有发布火箭气球的动态，表示讲咱台湾拢有咧严格监控中国军队的动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